秋日暖阳，映照西幼托育园里的欢声笑语。在平阳西幼托育园，我们以医育结合为核心，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最安心、最暖心的托育服务。每周的专业养育指导，让亲子陪伴更有效；中医医生的保健推拿，为孩子的体质保驾护航；定期的口腔检查，则将健康隐患拒之门外。我们深知您的牵挂，因此用专业、细致的关怀，守护每个小小生命的成长。在这里，请家长朋友们放心将孩子们交给我们，让我们共同见证健康与喜悦的绽放。相信西幼托育园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给您的孩子最坚实的健康保障，给您最安心的服务承诺。让我们一同携手，在这个秋天，守护孩子每一步的成长与欢笑。